算啦。好打㗎，你過嚟攬住我㗎呢啲，你繼續啊，繼續啊。咁我哋呢邊咧，藍色嗰邊幾想 KO 邊一個？白色嗰邊最快。我話嗰班阿張目標比較大嘅，所以點解咧？佢目標比較大嘅，總表面積。哦。阿張，如果你係要講嘅話，邊個姿勢頭先咧喺熱身賽嘅時候係咁陪住我哋嘅老虎仔嚟打？係因為佢哋係咁追住咁樣追佢嚟打，所以我覺得佢哋就會大家。哦，會唔會咧？老虎仔得唔得？睇下係咪可以避到？我唔驚，因為我體積細啊嘛。即係你見得最好。我完全明白啊，其實好難嘅，係啊，你幫我掟個乒乓波同掟個籃球，都好難做㗎，其實。係啊，明啊，明啊，絕對明啊。喂，咁嗱，我哋咧有一個就係會係射得準啦，同埋咧接得好啦，同埋擋得勁㗎嘛。咁你哋兩隊會唔會有覺得自己喺射啊、接啊、擋啊邊方面強啲咧？會唔會有呢一方面嘅嘢可以 show 俾大家睇？射波嚟講，姜濤 OK 嘅。係。係啊。